我不爱听到“只限的翁”这四个字，若我听到，我会甲你离婚。谈恋爱时阵，眼内拢是对方优点，结婚了后，心内拢是对方缺点。我是安怎爱为着一个心无伫我身上的翁婿，用遮尔济气力去甲伊留落来？你是毋是有啥物代志无甲我讲？我想要求的是爱情，我想要跟我爱的人结婚。我就是决定，我这世人我要好好对待阮女，我绝对无可能有第二个选择。伫外口的人想要入来，伫内底的人想要出去。只要有缘分，不管人伫倒位，都一定会相爱。